大家好，我是张小去哪里来挂球啊？张医生，你要试看吗？可以。哦，是。这个所在是山内，有草树，还有田，还有地。我最喜欢行这条山路，哪行哪听大自然的唱歌。咱今仔开始挂球啊！张医生哪会这么高啊？挂球啊！好厉害！你会当捡涂骹，妈妈等下去帮你收。我靠，有青蛙呢！好干嘛？这间草树已经有150年，还阁保存甲真好。林阿姨伊阁教我一句话：入山看山势，入厝看主人。